係啊，各位聽眾，頂住呢份真係結果係有，各位聽眾嘅歡迎落嚟收聽我哋邊咧學緊嘅節目，這禮拜咧我三日特別嘅邊咧，這是到底哥斯達黎加，這到底啦阿玲到底哥斯達黎加，誒就講當今對住邊對住食飯，加食啊食 ham， 食 ham 係咧lanzan meat， 嚇阿玲 ham， 哦 ham 個本嚟食啊lanzan meat 食啊，就lanzan meat 配沙甸糊。一個劍膜豬梅，有？冇啊，我冇豬梅啊。我啲豬梅冇，因為伊紅是小娃，咁啊是，然後伊啵一聲。哦，你成個哦，你成個豬梅管又啵咧嚇。啲灌梅，你一個即係擺咧，我就先你嘅邊哦，初男喎。先你嘅邊呢叫做豆嘅，我師母先豆嘅歡迎，豆嘅是巴生嘅人。我是你是巴生嘅人，你介紹你巴生嘅人聽這邊咧學嘅咯。我有介紹過個 but still not sign up。咁有幾間我是 Glen 嘅人嚟嘛，巴生人嘛。我知啊，雙環是巴生人。林姆丹咪是 Glen 人啊。冇啊，林布登是 KL。林布登。哦 ，OK 啊，嗰另外一間咧 ，KL 冇事啊。嗰一間唔知咩 Kelvin 定係咩唔知係 Kelvin 啊。Kelvin 嗰有濕water本事嘛，濕water本是巴生人。你講聽，但是攏有我當今係聽講冇咩交嘅啊，當今。去介紹下，你朋友聽，但是你朋友冇聽過這節目啊？你曉你使去我嘅網頁不去 download 咧，我嘅 show 曉去搬學。本學你朋友聽本 CD 好像聽，燒住啲 CD。哦，冇本隊。冇本隊啊！這裡我有做啊，我有本學我嘅朋友聽。我知你劍魔士有啲厲害啊！你是老椒咧劍魔士，你摸到變劍嘅。啊，你咪老是嘅老椒哦。我是新椒。你是蘭椒。哎呦！sorry，誒冇，即係拜啦，咪講嘅話題咧嚇，即係蘭唔是豆嘅是我先嚟嘅邊啦，即係講即係呢排話題時咪講。人講等落我收到俾架你你睇阿莫赤，人講 sorry 啫嚇，我講即係你拜講咪嘅，特別有啦，你哋是比較聽嚟講，我係介紹你聽啦。特別你冇時咪你講華語嚇，等人話啦。我是垃圾的，我對佢我平時會教我特別等，我頂一禮拜嗬，唔是我頂一禮拜，隔個禮拜時我講我講啊，一去 LA 時，對住隻朋友嗬，台灣嘅人，我聽那邊咧好勁啊，節目喎。台灣人哦，所以那時你是台灣人，係你聽我節目 email 係嘛，就教我講，你好多上你自己 band， 你叫定住咱做 band。你是台灣，那是你是台灣人啦。有啊，迄個 band。我有，那是你是台灣人啦，即係定住紅姑姑做只自己 band 嘛，然後我夾對佢嚟記啲嚟，但是講你是台灣人啦，唔是邊個人就唔係你先啊，那是你台灣人那是你少聽只隻新加坡人冇嘢使，特別我叫台灣人聲。你新加坡人我叫講小濟人。如果我再講你新加坡，但是你是台灣人都少聽到這節目啊！你寄 email 好啊，你寄你 address 好，我寄你自己 band， 必須得 I love 邊啲福建嘅 band。所以，不，唔使上癮啊！你那是介紹嘅一個人聽啦，我寄自己 band 啊你。冰火王冠喎，然後就是我這邊咗頂一禮拜我咪是頂一禮拜，當晚我聽下落時，頂一禮拜我有迄個本電啦來浪嘛，來浪是沙拉瓦嘛，所以講我們是淡薄冇成個咧邊咧福建人接駁嘛，條style嘛，是講咧那邊咧福建人個冇 discriminate 嘅就人，咱無實講，哎呀你講你福建話冇，唔是邊咧福建人別使來。但是有一個人講邊啲福建嘅話咧，像你個咧講澎話，特別講福建話，本來問講實講什麼我別曉嘛。當定ครานี่จ้าทอมเพลนะครับกระตอนยิงทุราครับ我ก็ไม่จะ定得啦，播十幾個講無聊個看ชรานี่ครับไม่แพ้เลยดำเนินนะครับตรงติ๊ก唔知
知上地有人聽，我有幾日嚟聽，講是到底上地本，死可能浸啊！แล้ว即係禮拜我諗你講咧，就是講講鄧人話，咱講頂住我對其是，我就是叫我甲鄧台灣人講福建，不，台灣人講華語啦，咱講華語。我可以有講你，咱成個馬來西亞咧、新加坡咧，唔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檳城啊，講 style 嘅福建話就羅家愛啊。我去參加羅家愛，然後我頂住是我對佢是我價值，因為佢我佢冇，我隻朋友名叫我啊，嚇，我會記嚇，我啊頂住我甲我啊樣出去，甲另外一個朋友往出去食。即係可能就你去咧啲茶去食，然後再一間店，個另一店開個10點鐘嘅，咪做茶啊！茶嚇，茶。你就K L 冇有啊嚇，格蘭冇有啊啫。格蘭本有，哦。我去食你個另一面叫茶啦。有時我去食嗰時，我哋講我朋友人講成日我啦，等時講華語時候，真正 natural 就真正。自然嘅咋，我食出來就噼出來嘅咧，特別嗬冇咩準嘅咋，唔是成日都教係台灣人還是教即同國人講嘅華語個冇上嘅咋。你那是你教我是設定當時教嘅台灣人嗬，嗰時講華語講嘅可能係冇準你唔要聽嘅喎，冇咩要聽。你話沉啊，好像啊講得曉係你個曉可能啊。講華語是啊，丟，你不要講啦，不要講啦，以後睡到死了。你不要這樣啦，你不要講水了你，跟你講是不是？是不是？有沒有？不是有沒有？有時我講安尼華語我梗係曉就，頂到時一個傻虎 interview 啊，邊啲學嘅時我佢講啊準啊，冇講啊成日愛成個死人咧，我講啊，成見到個人你見哪呢？到底明嘅講啊未出一句，睇條劇，幫曬幫未出嘅呢。OK，但咱講嘅你鄧人我這對啊，這對金毛對，等我佢接到對，金毛去做梅，買股鳥。แล้ว這裡當然會講到哪裡？阿玲呢？阿玲就是在呢，阿玲是讀鄧人車嘛，咁我想，因為阿金毛加阿豆嘅是讀阿毛車嘛，特別呢佢有講華語啊。係啊。阿仔有講華語？但係講華語。哦，我是 last time 我 since 我 from primary school 到 secondary school 啦。講福建話。講福建話。小學到大學。華語嘅。唔是，小學到中學。因為中學我本表講福建話，所以我after that我出來。你講咩講阿毛啊？唔是，我講福建話。講電話。福建話。講福建話。講到別我講別講福建話。我是講福建話。你是講別講華語。我出來讀 college 陣時咧，然後嘛講華語嘅。所以你我冇辦法就逼我學啦。對。當佢你咪是學，當佢你咪是個嘅學邊啲學嘅咯。是咯。所以我能講嘅是，我能講你唔叫你聽未，你成日完全聽未，你又冇叫嘅。有時會冇明白咯。冇明白是沒劍毛嚟啊，拍電話劍。做咩女啦？阿多咩使？阿多是我邊啲學嘅係刮到係嘛？阿多。哦。阿多噶，睇唔記得了啊佢。แล้วรู้สิเดี๋ยวไปเดี๋ยวล่ะแล้ว特別那是รู้สิ參朋友是講啦參朋友講แล้วรู้講準冇準嘅呢你是想講我能講冇咪準嘅喎我能即係到底有等嘅事啊你自己以為咧對OK 不要講死人款不你毛神啊什麼毛神？毛線啊！你毛線喲！毛線你我講毛神啊，老人。冇想我哋厲害，我就咁講嘅咯。喂，我本來嘅文字條華語是真係多雜嘅。哦。你不要講毛神啊，小到死。對。但我想話點知我哋食，我哋迄個茶嚟食，是我哋講我哋講咩？我講嘅可以覺得是真的亂雜呀。攏曉得話咩 example 啊？講下
你想下，大家平常時講嘅上加真正無上加，就是你講嘅是你就講準嘅華語人聊天呢。白啊，我捌甲台灣人講過華語，因阿本明白我講咩名啊？特別講較早潮咧，家己都無啦啥啥。特別我知我聽人講咧，新加坡人啊，伊樣是潮人，馬來西亞人講話你華語無準嘅嘅潮人嘅，是唔是？因為我能參了嘛。那我 mix 掉，那我參過了嘛？那有阿最mother tongue 嘅 language 那Malaysia嘛，所以參掉咯。落隻咯就是。無隻。你見毛咧？見毛亂走學到東人話咧？哇，細漢，我細漢我嘅爸母吼，伊人教我袂曉講東人話嘛。等伊人就佇我面前逐日講，我細漢講起誒，因為我見到家底是有學過了誒，袂記了啦，迄時啊，細漢無咪讀冊嘛。先車加車後尾就做唔掉咯。then 小學英文阿莫冊，中學阿莫冊。then 我去到 college 不是阿莫冊，加了講阿莫，加了是 banana 誒，唔是我啦就講功夫哦。then 當今我大學我搬去另外一間學堂了嘛，加了講華語誒，我參了咯。then 我當今個讀緊個讀緊迄個中醫嘛，本是愛東人冊。then 我嘛家己去補習去學，安尼佢學對來咯。哦，我當時有隻N調嘅聽講講啊，伊講聽講，我隻N調聽講，甲我講，我等我等，聽講有做乜要等我等我，我家己講就成啊，我家己講，我家己講，咁咪家己。幾講？頭嘅講啦，佢頭一擺幾個人嘛，咪講。哦，頭一擺唔知講咩名啊？點妹？阿咪，我第一邊啊，我又唔是頭一擺第一邊講話啦。我頭幾機會啦，頭幾個是初攬啊。乜香港？頭嘅較誇袂。啊，豆嘅坑，我對嚟啊！唔是坑，哎，普基羅嗨，豆嘅冇。你難啊 ？OK，等陣，哎，我冇電腦秒講話咩嚇？你是主角嘛？我是杜卡。是啦。我是杜卡，誒，Go 嚇，但我諗講個未，諗自己講是講未？我冇聽到人講。講豆嘅頭一講頭一班人冇面頂望嘅我嘅殼，我嘅殼嘅嘛，你殼落啦。我講豆嘅嘅殼破了嚇。啊，破了掉。誒，你真係豆嘅是係咩物件啊？豆嘅人只係力豆啊，是唔是豆嘅用力豆做嘅？對哦，做大擺頂一擺做 experiment 嘅時候，係科學。science class 你仲叫嘢咧？我特別以為記你啊，clear 你拗就係薄袋啦，你係唔是薄，唔是你薄袋透明嘅，注意下，clear 你玻璃加是你像 jam 嘅關嘅，你是你係米花係注意三你豆嘅，對係米花係注意下，好笑。你有當時嗬，如果係掉你係特啲後尾你肚嘅會冚掉，你是一對一頭咧轉去。對，嗯。你啊，誒，等我啦，講一半下。等我講咪啊，等我講人阿作學就阿作學就斷啦。不，我俾你講，你係點樣聽講？伊講唔知講晒咩啊？咩email？我唔知講係會使講你咩啊？AD，會使講你咩唔知？伊講啦，伊講伊是阿托嘅朋友呀。啊，叮咚，伊講咩啊？哦，伊講不要解釋，不要假裝，不要假死，那個假死，我假死，假死哈，沒有了了，不要假死啦，呢是假裝啊，不要假裝哈，咱假講假。
哟，好彩，好彩，好彩，我没有去啊，好彩。好彩我跟你讲好啦，彩，啊，你係啊，我是講辛苦誒。啊對對，你講你聊，人講你沒有聊了。没有聊了，没有聊，没有聊了。我朋友，我叫我笑只朋友，一直就講沒有了了。你係聊緊了，我是想着字啊咯，有。你講沒有了了，啊，你講腦袋沒有了了，沒有了了。哎呦死！咁啊，嚇阿杜伯我 online 做咩攞部電話要接嚟一枚喎？有咩？你咩字嚟未？就嚟講啊！哦，依個又接嚟講哦。哦，係要 sign up 嚇，有咪嚇？哦，依個我 check 定一名咩？一隻你帶好啊！一名咩 ？Alex Store，email Alex。哦，是伊來呀！哦，是伊來啦，同埋一個。哦，嚇，有我看到，我叫我等下 at 你，我等下擺只大條啊！最近ไม่數，我 internet 擺只大條，我把佢學咗 call 一句字。哎呀，Top Hello，รู้啦รู้是情兵是只亂嘅嚇，阿 Top 咯。你講個多聲唔好啊 Top。我來。哦，呢啲拍電話，呢啲。一啲個人講話喎，我琴日琴聲，我輕噏聲冇可能，你邊那部香啊？你聽嘅？我輕噏聲冇可能聽到伊講話得出來。你有時你講咩？講咩係華語嘅講咁樣講咩啊？好彩，你笑啦，你冇笑到。大家羅家愛華語，阿羅仔啊，到嘅阿姐阿玲就得有嘅啦。阿玲啊，我笑未掉，我笑得好彩呢嘛。什麼好？特別咱講一講咯。我係形容自己樣款要啊，那唔是多數是講你要講什麼啊？我咧就多數用這句你要講什麼？你要講什麼？有咩？出去講。跳舞啊！有啦。講緊你。跳舞啊！嘅踢腿講啦。阿托貝來啊，阿托貝。太踢講什麼？因為那時都是用你要講什麼嘛，然後我隻時就用你要講什麼。你要講什麼？一直不明白。不知道你講什麼啦？你在看書本，你要看稿主，那個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你在講什麼。而且我不知道你講什麼啦。就是講講華語嘅嚇，這裡。你都來。哎呦，你聲小大聲啊，Top。哎呦，別。哦，數咗冇。小大聲，等陣，就錄起啊，就冇去。哦，有個。冇啊，隔了有啊。有啊嘛，阿 Top，你是唔是有 sign up 嘅？定住是我未，喂，這 website 是派去當嘅。我未記，我是嗰隻啦。有啊。嗰另外一間呢？嗰另外一間是住嚟。拉薩有來哦。冇，唔知得啦，一間拉薩，因為我諗有3間拉薩都知無。我知，你一個是小，一個是水嘅，這是三單嘅，然後另外這是參嘅，半水。啥種？拉薩那是你都要聽掉咧，拉薩那是你要看掉咧，我未記得出處啊。Anyway， 我使拍佢，你好嗎？你物件咧，我唔知我 add 掉你嘅名，我唔知。Anyway，到底我們現在講啦，這一種華語講咯。講咯，好啊，沒問題啊。我們講短一下啦，我們可以啊，沒問題啊，可以啊。我們講華語啊，最喜歡的了，很久沒有講了。不要講成語啊！就要成語啊！你，做麼不要講成語呢？我不會成語。你給我10個原因，做麼不要講華語？我也是不會成語，不會學啦。我係華語有限咯，有限公司咯，OK。有限公司。今日不黑咧，我係特蘭普。你會華語。你可能一定嘅 English add 的喎。冇使。
你那過年咧，你阿摩西你紅毛屎啊冇話你過年了喎，冇面壁喎。紅毛屎，对啦，我使啦。可以，哎可以，这就是暗功夫，我觉得这人唔暗功夫。暗功夫我差唔講句喎嚇。哦，這是公魚啊他們了垃圾是 Kiki 琪琪，等我佢，哦，叫我 at 你。我叫我食，哇！咱食只濟人咯，哇！咱食幾班嘅咧？哦，哇，真濟人啊！即間唔是，嘅仔，唔是嘅一間垃圾嗬。唔是垃圾，一個垃圾個垃圾件呢？垃圾件是 UK，啊垃圾件我是講垃圾件。哦，垃圾件是 UK 哎呦，嘛？死咯！你這間，嗰隻垃圾都這間垃圾是香港誒。你未話這間未？哇！我就跟你講這，我就跟你講啊，這裡真係厲害啊！睫毛，係咪？要吹人，你講要吹嘅你。外交官係啊。嗯，哇！媽，你看過？點我是什麼香蕉官呢？最啊！香蕉乾，你睇一種嗰啲用香蕉食一片一片啊，大大個喺度燙嘅啊，你睇一要佢煎啊，逐個嚟食嘅。屌香蕉乾，啊冇單唔是芥末是玩香蕉乾，係啦，你唔係講啊，就定住你白王講佢哋句啊，即係你煎香蕉條，一個落即係佢個多落了。喲，佢覺得我真係假啊！阿 John，哈， Kiki 姐姐都靠把你可以，哦哈，你咩說話？ Kiki 嘅Kiki 未 Kiki 啊！佢入面一本有垃圾喲，我每一口都是참咩啊，是酸啊，是散彈。是啊咩啊？是酸嘅。啊，誒，你是散彈嘅垃圾咧，還是酸嘅垃圾，還是참？Hello，嚇，有聽到。歡迎啊！歡迎你來我哋嘅邊啲學嘅節目頭一排錯路又唔捌破過啊！你把路節目就估你啊！我是啊，我會記話講聲咪咕做咪咕嘅，到落後嘅。哦，你是，อันนี้เรา冇咪咕。我買個槍啊！哦，唔要緊啊，我較大粒。冇，你係上面咪咕波嘛？嚇，排槍。哦，咁啊。比賽啦，成個話波呢？雞咪咕。你是垃圾，你誒垃圾是酸嘅，還是甜，還是鹹嘅，還是參？酸嘅，我食個酸嘅。我問你喎，你是唔是講定？就是等我打唔是我嘅，知道？唔是我打，唔是我嘅。聖誕不啦？你有兩秒聖誕咯嚇，即係兩秒聖誕，希望邊啲學嘅你講咩？你講下就是呢個聖誕。啊，即係垃圾你你是唔是講定到你到了後邊你個夾小英嚟啊？寫邊啲學嘅你是唔是你？嚇，哦，你叫你去買唔知買10粒甚至掉不了，我冇去掉，我怕生定到對意思。我爸講我叫人去買咯，因為邊啲學嘅你聽。我哋成功啊！你個朋友咁波。會啊！哎呦，嗱，叫我同你講笑。個廣告當然冇教啦，一人乜得教。我記住你禮拜講咧，我拍啲都會10人去，係咪？嚟即係講話你點到最應用。墮落拗啦。墮落拗咧，墮㗎了啊！打糯米真出名嘅嗬。嚇，糯米啊！哇，有糯米嚇。糯米我聽過啦。出名糯米嘅對面。哦，你那時你唔知糯米人咗去嘅。傾聽我等下俾我。係咪甜？傾聽。哦。青田小學的。哦，先墮落拗明咪是成個哇咧，講你去你比賽，你比賽明按呢個啊？嚇，比賽就會啊！誒唔是啊，墮落拗是墮落啊！比賽明是叫做咩？波唔是叫喺你小學那邊啊？嚇對，嚟啦，對講對。sorry 小學。深山小學在
嚇，一間啦。啊你興多啦奧士多嘅應該制啩。興義仔嚇，興義仔講你領，特啲領頭，唔是領頭領妹啊，唔使停住咁講嘅，領口嘅啊，你叫我撚講，你領口嘅所以80萬撚特擺落河。你唔是講有動人外咩？對啦，未記起來，今日往別人學緊精彩嚟啊！頂一禮拜嚇，頂一禮拜我落一半，不多條去幫晒，特別了解說。應該รู้啦。係咪喎？我未當，我講接咗嘛，講啦，我多幫晒。你應該氹背對住呢邊啊嘛。有時有那講有那幫咩？講。啊！你不要這樣給力了，喲，給力到死，我得到死啊！我得了，我打敗就是我得了，你不要這樣賤格，不要講啦，不要講，不要講，你不要這樣講，因為該是講這樣了，我知道你是死人這樣的，對啦，這樣才有進步嘛。對，就是咧，哈，就是講下他媽托白啊，對，就是我講嘅。阿托白，啊，特別你講嘅成扮糯苗下苗，好像真怪怪。你到底到底聽啊？你自己聽嚟 live 嘅呀？這有外賣有。你買聽未？咁啊聽冇掉。laksa 你是到底咧 live feed 聽咧，還是到底即 Skype 會聽？你是到 live 是較辦咧，買聽咧 live 聽即個 Skype 裏面咧。post 有咧 live。OK， 好，我哋琴。啊 live 琴去，冇你就是笑去啊！別怪你他媽食笑去，想個講去咧。現在呢，我們講華語。是啦。現在我們開始哦。阿土什麼阿土伯？阿土伯，我是面龜。阿土伯，阿杜博，係咪阿土伯？兩冇叫，兩冇叫咩？不。阿土伯，你是讀華語小學的還是讀英文的？對，我是華文教育。華文教我真聽咩？華文教育我真聽咩？你讀什麼書？跳聲，你讀什麼書？咁是書，你讀什麼書？你讀什麼書哎？你讀什麼書？你讀阿毛書還是德郎書？我是長長的人的書。長人書啊。你讀啊？不，有人講讀啊，唔是讀啊。讀啊，讀書啊，讀書啊！你快來讀書啊！不然你考試了，你 fail 的時候呢？我拿點那順你。扁條，來扁你。哦，那順你啊！我順跟你呱呱，然後我跟你講。你不要掀我啊！我順到你呱呱，你沒勁罵啊！你也不要掀我，就是講不要掀我啊！突然。不要嫌你不要掀我，不要嫌啊！掀啊！你聽到我們是這樣的哦，我那是你遇到我在巴剎那邊，你遇到我，你跟我講這樣華語，我跟你講啊，你跟我講淺淺的華語，我插不去 C， 我不要講，我不會講了。親，你不要講華文教育還是英文教育，我插不去 C， 睇你讀華文書還是英文書。華文書，你兩日邊咧華語去中國講話好了。識去啊！你人收聽拍領導。你直接阿top，你有講準嘅華語哦，直接有講。準嘅華語啊，我就淡薄啦。係你講啦，你講佢句啦，翻譯我講做邊啲福建嘅。安寬啊。你講準嘅。example。啊。準嘅啊。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差唔多像啦，你會講啊？你是什麼人？冇得錯啦，你是什麼人？啊，你是什麼人？你哪裡來的？你哪裡來的？哪裡來的？哪裡來的？讀什麼書？S 都講未？哇！I.O. 啊！只隻咧電視機有嘛？把路同高大。這是繼續講話嚇，這是哇！多白。哦，我全年無聲啊！
就然後你冚嘢，頂節你阿哥成你好情明，啊，未歹啦。你睇下，我看到我個要死氣，我看到你小英，你嘅好啊嘛，我綁起我係 flicker 啊嘛。我看到我個另外個放起去，阿多放咗隻阿多，少，你個有個咩？係冇放咗，冇啊，我個咧放起去啊嘛，個 stick motor bike。我第好笑嘅就是咧，我看到咧嗰啲海棠粉，嗰裏邊晒，裏面衫好笑，裏面衫。underwear。迄個裏面晒舊年我幫看過啊喂。裏面衫咧。因為我買過我我看到 grandma 喂。點啊？我知啊，冇物件做。嗰啲師傅咩咗去俾 lingerie？哦，佢媽，冇啊，伊都唔有用。有 iPod 咯。我俾嚟做我講金，你不要笑你 instruction 你 book 可以啊？iPod 隨便阿摩我得你不要看，你不要看阿摩。了解。係咩？你笑住 handphone 可以啊跑嚟嘅。哎呀，CDH 我笑到真唔見啊！呢班嘛，依家。係咪？依家嘛有 CD player，然後有 CD 嘛嗬，依家唔知有做一個夾邊咧學嘅 CD player。我愛。明年我婆婆時期。婆婆時期邊咧學嘅你？有人講幾個小時佢就跑樣笑尋接入 handphone 去。好食嗬！阿 Top 咪去緊阿哥講邊咧學嘅你 CD。啊，我叫佢哋。安尼看呢，依家叫隨嗰時個叫你喲。更搶隨。問你咧，咪繼續講，咪學咪 email 嚇。幾邊咧學嘅 .com 嚟啊？幾波？打電話俾我聽。問開電話，問開喂電話咧。冇咧笑。有加貼咩？伊人卡來好咯。那是讓我丟嘛干咯。我咪是看，我冇看到樣，我冇驚，我聽到不要緊嘅。伊人想做唔知。咪上個亂咧，成日平常時嚟咯。特緊你做幾多事情嘅事情冇上去咩？啊，安尼變咗你，echo 呢？攏聽唔到，攏冇聽到。我聽唔到。事情咧是聲對咧，echo 唱歌時個較好聽，實到啲暗坑嘅。啊，佢一人聽很調，人就聽到啊，攏冇聽到。我口音叫金毛來。破事，唔可以亂做叫。你行人嘅都睇冇。人家香港阿玲。但我佢 echo， 等陣你講句，講我佢 echo。阿玲。有幾哩哦？聽冇表演。但來聽到嗎？很調，你聽將對聽到了。等我考佢，哎呀，個人咧差別幾時？個人聽咧，頂一禮拜我20幾人聽，唔是頂一禮拜，頂到是20幾人聽。啊，點解 website 歹數呀？我有 website 只係困去啊。是哦，我哋叫人換我你啊。你 MySQL 啊，我佢個新嘅 version 啊，特別見到唔就我講咪你啊 follow 本未接啊？未㗎啦派，我係 database 㗎啦派，唔是派嚟用啲 service 掉，是 service 掉。你估買 service 見啊？派啦。我同我話 email 好像未記，我冇想對講係影響嘛。你人嘅腦袋？我叫人嘅寫壞腦，我叫人做。誒，你一個講面講華人，個講華語對。是不是？說啦，快點說。不要狗，現在要跟那個拍那咪咕拍廣告一下啊！哎呀，咪教我算，我唔要教我算。你拍廣告一下，你到了到個了，你到了後你出面撈面對面，叫佢得咯。你攞冇撈面咩？冇撈面咩 ？Pararut 了，每擺句好。那個店名啊？真香，金香。福建話是金香啊。真香啊！真香在整，還在整。真正有名嘅真。整棟嘅整。他真。唔是，提手。威震八方嘅威。
應該是這對對。我上次我聽未到，嚇，แล้ว香就是香啦，幾做飯啊？這個香啊香啊咧，我香薰的香。誒，阿咪整講啫，安怎寫？當然字都寫。這個手字旁，然後這個嘅時辰的辰。時辰的辰我描寫喎。我醒好路。嚇，你醒係嘛？哦，我講聽過我 SBMY 學，我係 Mandarin 華文談 B7。冇面搞呢 B7 未派啦，學個冇啦。都是我加個 BMR 呢。我一隻朋友放翻去嘅，我講誒死我看 B7，講我個死我 fail 就騰搞。我哪能這邊啊嚟咯？哎，新加坡的等人我就是你是不是 BDC 係咩？摩托車哦，即係你到新加坡咩？好啦，哎呦，新加坡語話最咧。哦，新加坡就是新加坡嘅話差不多像嘅咧。對。新加坡我最也叫錢不夠用嗎？啊對。啊，過一句啊，過一句啊，屈老誒。我老是咩啊？定啊對，我老阿黎關屈老誒。你在馬路附近啊 DG 哦，啊 D 嘟啊。哦喲，handphone，哦喲，你見 DJI sponsor 啊？唔使。啊，然後啊，不要自己。新加坡嗰自己是，新加坡嗰自己真係錯耐喎，係咪講咧？講。藍拍拍爛。那這邊講流行嗎？係咪爛 short 嘅是 LPPL 嚇。啊 short 嘅是 LPL。藍拍爛啊！嗯，你兩把隻兩咪講錯喎，講少時啊！我差唔多會落啊！就個嘅幾多個落先，就是最主要興趣會落超外嚇。email 係話，還是 keyword forum 咪跟我講，我會落地址出超外number 2。John 我家定佢講咧，學嘅夾邊嘅就係彭琪琪啊。哦，這個對啦，你有叮當咧嚇。哦。係咯。落一次打牌死啊！唔敢出現啊！我往時佢哋 online。不爭氣啊！不爭氣啊！不過 MIA 護照別，找不到啊！護照別我講，護照別。喂曉，護照別咪是講我隨路正路個走，路係隨我個走呢咯。哦，我問大家講護照別，一個咪個。找你找不到，找到半死。找你找不到，你去哪裡？佢個台灣呢？你去路邊啊？係咪嚟？去路邊啊？你去路邊？浪邊啊？啊，你去路邊啊？路邊係咩？啊，其實啊。哦。路邊是唔是去浪邊啊？介紹咱一個 website 啊，特別把都唔使貴貴無啦，就是迄個阿貴啊，台灣只學的啦，阿貴。阿貴啊？哦，嘅 comic 嗬。那 spell？comics 啊？那 spell？EW school，Lucky Luby 啊。阿貴那 spell？Luby 啊。貴便宜嘅貴啊，貴。你話寫好咯。GUI 嘅。但係 website URL 是等人字嘅咩？嚇？真係貴啲。因為上面是等人字啊。有等人字啊，有時等人字。誒，我被 register 冰城福建.com 咪使？應該是會使啩。可以啩？可以啩？不知道啦，你去問他啦。你去問那個報名那個人看可以不可以啦。看咯。誒，講到這個嗬，我第好笑嘅就是看咧，特別TV 嘛有 advertisement 嘅咯。廣告。แล้ว廣告，แล้ว有一個法國龍嘟嘅啊。係咪龍？招。哦。一個招嘅啊，法國係咪嘟嘅啊嚇？แล้ว伊特別伊講嘢咧正。伊講嘢咧正線嘅嘛，然後伊就說後尾一句講，你去問他啦，你講呢？
馬來西亞哦，哦，啊馬來西亞講過，馬來西亞講過，是，有不太個。我對佢是我因為有時有拉到後尾，你去問他啦，你問他。應該是有應該是3-4年前嘅講過啊，這個。誒，你華語的這講這等人嘛是，你去問他啦，咪寫晒，冇咩想意思。音無聲應該。音無啦㗎啦。這啦，哩啦公公。咪亂啦，亂啦嚇，當今大機啊，咪叫我實隻人啦，當今幾人啦我整，即好喏，然後勒沙啦，阿托白啦，阿金毛啦，阿玲啦，呢個豆嘅，哇，差幾條呢一半，咪不？是我實在差幾條都有，拉個劉俊華啊，我有，阿這裡豆嘅到到巴海啊，冇 KL，冇格蘭啊。Kelang巴生。誒，定住是我看到你小影嘛，到底你結膜成節是？是。伊有來嘛？我們看到，後一擺看到伊。哦，龍八隻股誒喲。阿排看。無啦，無管呀啦，一個個三更。我寫這事咯。哇，你係衝動啊！嘅啊，係衝動。我無管呀，一個三更。一個三更啊，三節。我能講三節。三節啊！我能夠三節啊！三節啊！三更是Kelang嘅福建話。啊，對。我講三節。咱北部嘅潮州話應該。我紅包你個俾物件我食。潮州啊，差不多本啊。讓南部就是讓南部嘅福建是咱這邊嘅潮州，然後咱北部嘅福建是咱那邊嘅潮州。我是咩？哇，你在一話參因為冇變邏輯咯。我講什麼華語講啊？我們的馬來西亞華語就好像邏輯咯。不過有時候看電視機哦，看電視機啊，報告新聞哦，聽下不曉的。那個是正宗的華語。真正我應該報告新聞的哈。正宗的華語。我們每次講乜 ？Hello， 不是講是說。我們每次講講什麼？哎呦，我們講太快的時候啊，這樣變成這樣，你不要這樣。這來這樣去啦。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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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就不用啦，不用。你知道我現在吃什麼嗎？我現在吃什麼？沒有，我在吃French fries。不是安菇龜啊？安菇龜在新加坡嗎？吃不到。米菇啊？吃米菇？為什麼沒有吃米菇？是我聽見對你是冇食的米菇，我買特別冇食。只要把它燒掉，我把它燒掉。美國城是冇米菇嘅嚇，做安做。自己做。有玩咯，你做啦。有玩嘅咯。做呗。我未係食啊嘛，我才說呀。轉叫人 send recipe 好咯，啲家己做啊。有啊嗬。有啊。有這個真香嘅使奶唔知使喎。誒，真香係啊。真香，攏去買哈。係真香買，但係去 support 就話邊啲學見聽講食巴嘅生理。100個好多 discount 喎，100好多好像 discount 過啊，佢咁咪邊啲學見聽講來好像 discount 啫。我講一隻 surprise， 所以講嚇正呀。你注意下，我唔知得住聽講啊，唔知注意啊。咩名？雜波啊？雜波係佢俾小土啊，成日做成智能開。哦，誒，那是你是係一間雜波咧嚇 email 好啊，叫你自己 ban。哇！我都搞到本夾 ban 你咯。我看到 ban 咗你。我看到 ban 咗你。好有嗎？我到邊做 sticker 啊咯 ，sticker 啊，去嗰間店哦。你是邊間學見你聽講哦？我好似係物件，好似我打條 sticker 啲呢店打人。不，打時啊！邊間學見 member 見未吉？
哦， member 㗎。哇！明咪隔都嘢隔住咧，美國你話做隻交學人是唔是？嚇美國咧做隻交學人是唔是？叫啊 Beverage card 哦咩隔唔是 credit ，Beverage card discount card， card，Beverage card 啊 privilege discount card card 對，啊，Beverage card 啊，對。你攏去買啊？係就是攏去買時，而攏佢哋邊嘅人就特人冇 handphone 冇 camera 嘛，翕照攝影啫。哦，我幾好啊！我電話冇 camera 喎，老爺喎，嗱，見到你會，再接。你那會買掉唔緊。我冇你晒喲。特別你去邊嘅時候，你照尋問你邊人出來哦。你咪行，誒，你別出來啊嚇！你會 camera 有攝影機哦，冇下面唔緊，拜拜。我有送機啊。乜機？哦，相機，相機，哦，我講攝影機。相機。我講小影機嘛，講咩？相機啊，相機。那照相機，照相機。係啦，準的是照相機。哎呀，这种是讲 camera 就最好的啦。啊？什麼？要講太輕了。你講太輕了，我不知道你講什麼鬼。有没有这么轻啊？鬼話，講鬼話。你不要忘記啊，我 B7 的，你知道嗎？不是鬼話，是人話。我很喜歡講的那些人講小小聲的哦，每次我講他，你講話給螞蟻聽啊。你想先生呢？啊，真可能。我可能啲作食咗個好食啊 burger。哇！在家嘛個家來背啊。10點呢背背。我 breakfast 唔食咧。嚇？呢邊9點呢 breakfast 唔食困車就 online 啊。我不多也無法度。會啊，邊學見嘅，我對嚟一頭無只一頭落喺度，放工對嚟。哦。我們想嘅嗰時候呢，不過。住哪個？住那邊多久？我聽無，聽無什麼鬼？我聽無，我聽不到什麼？你聽不到什麼？你聽不到什麼東西？我從聽不到以後再聽啊。講話，阿玲講話我就聽不到。根本聽。哦，你特地把你耳朵關起來啦，搞啦露露。沒有啦，他跟那個螞蟻講話，他不跟螞蟻講話啦，不是跟你講話啦。不要，我不跟你好了啦。我不要跟你好了啊！不要就不要跟你好哦。人們小氣呀哦。老師啊，他準備我哎。我沒準備回他，我辱令他不了。我辱令他呢。我未記，我要放空聽。我頂到350萬年前讀前年時候，甚至係時候，我落去甚至係個未記放。很多。哎呦！我落個巴士變個巴士啊！嗬，未記放喎，對應係變應係未記，所以當叫我放兩聽。講結放嘅使哦，講結放嘅使哦。誒，真未使，都冇講到我講係什麼嘛？我去等放兩聽啊！兩聽唔使交多聲，得朋友。為是你真歡喜，大家推出笑比你，這你萬事我真順利。講恭喜來拜年，阿咪姑真是歡迎。新年好，健健都帶賺錢。人人一百年，你看呀賺多吉喜，好好天天富貴千萬年。過新年真歡喜，阿咪姑笑寫陪伴，以下快樂接住你。
让人希望你看那看多低。起好起富贵千万年。我是你的花儿，玫瑰树才陪伴你。天地好天天都在看你。哎呀呀 ，sorry， 这边第二条歌。actually 哦，我講聽，我若是要 download 嚟講，我放一，你就要去我 website download 啦。我放一個 MP3 就啲我 website 放一位，了讓會使去聽，我咪放到啲 feed 啊。當個去邊啲福建 .com 嘅位，一去 download 係就邊啲福建金都嘅先正啩，即係個即係山湖噶。Eddie 個巴士，因為佢未記bằng，แล้วก็กิเลอังโมอัง是啊，อังกุกุย是啊字，有時叫我落啊嘛，有時寫個巴士嘅時我未記bằng，我同我把佢笑掉了。哎呀，這個是，哎，落好啦，我咧就會就出啦，還有什麼講啦？最後一句，你要講什麼？應該是沒有什麼的啦。沒有什麼的啦，我現在嘴巴很多負啊。我現在嘴巴，我現在吃漢堡包嗎？哇，你覺我在吃 hamburger， 我在吃 hamburger， 我在吃 hamburger 嘛，現在嘴巴滿滿，這樣不能講話呢。你沒有吃到像嘴巴像臘腸一樣大？什麼臘腸很大咩？臘腸啊，像嘴巴像臘腸啊！我沒有嘴巴像臘腸，不過我就有吃臘腸啦。哦，哎，把這些啊，怎麼全部交在還沒有對啦，講句。係咯， No， 呢條兩個年嘅。我聽對咩？不對個，我complain 啊你都對哦。但係我聽到嘢特別特別對，就係講句。講句咧。我講兩個了，頭腦歪，全部人頭腦都歪歪的。全部人。歪了，看不了嗎？頭腦直直的是嗎？我們全部是很直的。哎，最好頭腦是 QQ 的。對，頭腦裡面哦是 QQ 的。係咪阿跌咧冇歪，你自己想歪呢？QQ 的。應該是膠膠，不是 QQ。膠的。膠的。你要死啊！你們。QQ 有個理由你們。大媽就是講隻 perfect example 就是咩啊？全部人。看到來。而且我跟我傳這過來華語的全部人。呢個講台灣人全部人啊，加拿大唔是咩？我嘅咩？咱華語只 proper 冇講全部人的嘛？大家，大家好。我講大家嘛。大家好。大家好。好啊，咪 OK，咪撈第三出啊。就俾撈第三出啊！我唔係講佢 topic 嘅，可能先話 topic 啊冇得講。唔係講，我肯定講，我唔知我冇想到過。我唔係講我可能唔係講過，我等琴日先出咧，時陣講下各位聽就，等咗斷整。慢慢來。冇看掉頸嘅事，慢慢來。盲讀頸，不要讀頸啊！等一下，丟未掉咯，那你丟未掉咯。看你哋咪笑住哋，你變咗件事啲話嚟。OK， 各位聽眾，感謝咱收聽，喺你阿摩車拍攝，我講華語啫，特別我尋講嘅話，本來你聊天嚟講呢度嘅拍到學睫毛。睫毛嘅電話是012。translator， 一是變咗學緊 translator。然後你們不會講華語哈？沒有，你喊掉，你們不會講華語哈？你去打電話給那個睫毛啊，他會教你講咯。哈，然後如果你不會，你又不會，又不要學華語哈，又不會聽華語哈。
哇！夾了這種，夾了。OK， 刷其他講未了，佢教下各位條收聽哈，禮拜咧過來參冇人收聽我哋邊，佢個節目啊，即係禮拜我哋真正濟哇，規成家咧規班嘅人，咧濟人哇，大班嘅呢個我佢就最下，真歡喜啊！真歡喜啊！笑，我當然冇我擺比較大條，我話係計睇只接只濟人啊，當然我話，就最我鬥嘅。感謝導演，感謝阿玲，感謝阿健模，感謝阿杜伯、阿 Top 伯，你一個感謝垃圾，你去買米菇啊？垃圾真香啊！對，教官，教官啫，到啦後邊咧學嘅你學碌口呀，學碌口呀，到啦後真香咧出名係撈米嘅對面，白啦碌，啊，未記吹啊！兩樣你又見去買米菇咧是翕小影，好啊？佢真香嘅就擺而家得你米菇一粒，還是紅桃，還是唔是你小桃啊？什麼骨頭本好咧要俾佢咪咁好？你去阿玲對騎乘馬路去做啊！做咩做嘅啊？做啊！OK， 感謝了未了咧？過分到你，過分。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啦，講了啊，冇拜鎖定當場。